波之後咧，會掀起件衫啦，為到梅安巴去祝福噶噃。梅安巴而家就穩定好多㗎啦，咁已經醒翻識講嘢。佢曾經仲問過，究竟保頓嗰日係咪輸咗呢？嗱，其實知道梅安巴咧可以能夠開始穩定翻咧，個心都定晒。不過龍華肥唔知點解同一時間咧，我心有少開始唔咁穩定嘅啫。你講收入定女朋友先？嗱，呢兩樣我從來都唔係咁穩定㗎啦，其實。不過我想講係夾得 show 好啊，因為比賽越嚟越精彩刺激，你見我點能夠穩定落去咧？越嚟越刺激，你咪越嚟越多收入，越嚟越多女朋友咪穩定咯。嗱，呢晚嘅銀牌籃球賽咧，將會進行呢一個第二輪嘅勝方組嘅賽事啊嚇，咁啊起碼非常之強噶。咁啊頭場咧將會係我身後面啊衛冕冠軍嘅永倫咧，將會對住福建啊。咁啊福建咧喺今屆嘅實力咧係增強咗好多啊，相信呢一場激戰啦。咁啊至於尾場方面咧，將會咧由飛鷹對南華㗎，馬上睇下啦。咁啊有睇開我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啦，咁啊福建首場咧大勝超敏啊72分啊，非常誇張嘅差距啊！咁啊主要係靠住整體嘅壓迫性防守啦，同埋快攻嘅形成，咁啊加上咧屬於一支年青嘅部隊咧，令球迷係非常期待嘅。咁啊至於衛冕冠軍嘅永倫咧，首場對升班馬旭輝咧，只能夠險勝3分，明顯狀態一般㗎啦。咁不過經過咗